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镇公所举办香菇的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，家长带着囡仔剥肉粽，做这个香菇的煎饼，让囡仔更加了解香菇这种在地农产品。 大人带囡仔做伙剥肉粽，伫这个年代已经真侪人袂晓剥粽啊！这个囡仔佫真好剥，真正真无简单。因为妈妈教我的。第几次剥？第3次。剥粽子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要阿嬷伫现场教大家要安怎剥粽。安尼，这安尼搞到逐只米才袂走出来，安尼，这安尼落，安尼。 这个甲这个熬好，安尼就夹走出来，安尼就是夹啦。埔里镇公所办一连串香菇的食农教育，希望讲用剥粽的体验来推广香菇这个埔里的特产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